在出的西样比较多，所以就这个就觉得好看。过年嘛，可能奖励一下自己。今年黄金卖的是非常好的，小朋友兔子呀这种小金锁呀买的人也比较多。小的小兔子的话，差不多每天有50-60个这个样子。今年春节生意很好，我们客流量同比往年增长30%。现在的话，基本上上周数比平常高了大概40%，现在基本上每个时段都有排队等位的现象。開放檔期之後嘅生意都恢復到疫情之前㗎啦，嗰啲外賣都今年都好多嘅，其實都比往年都多。今年我哋嘅人手咧都增加咗嘅，食材呢度咧唔會話備好多喺度，基本上日日都係咁進啲新鮮嘅貨翻嚟咯。咁樣初二開年度之後咧，相對喺11點鐘之後，咁樣咧就會有排位嘅現象，好多顧客咧都會係留喺中山過年，個客流量係多咗50%度啦。